中国间谍王立强甲国民党的蔡正元加出来，伊讲叫王立强爱反口径，讲一切拢是民进党规划。韩国瑜在今仔日伫凯道造势，讲要号召上百万人。另外，蔡英文讲国民党买广告包山bài海爱民众团结。英国的亨利王子宣布要退出王室，靠家己去转正，各界的评论是有好有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过初九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王立强中国间谍案，佫逼出大事咯。根据着澳洲媒体报道，王立强叫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施压，要求爱收回之前的指控，也佫爱反口径，讲是受到民进党的指使。蔡正元在今仔日公布录音档，否认威胁王立强。民进党也讲，这是国民党甲中国讲好势，想要甲向心救出来，佫要影响台湾的选举。自称中国间谍，并且向澳洲投诚，申请庇护的王立强，佮在掀起风波。根据澳洲媒体《世纪报》报道，王立强在2019年年底耶诞节进前，收到来自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佮一名四孙的中国生理人施压，要求拍影片收回进前的指控。也讲是受到民进党的乌西加指使，而蔡正元公布录音，可能威胁王立强。录音中，向心的朋友孙天群也指王立强讲是由民进党的区议员派人收买，加不偌向心的。从来没收到过国民党的委托，没有，他能够安全回来。民进党答应他给他一笔钱。邱毅人呢？他说是民进党邱秘书长，我具体名字是我问他，他说告诉我说是叫邱毅人。我没有听过王立强这样讲，人家拜托我只是要帮向心解除他限制出境。蔡正元也公布家己甲王立强的时讯影片，也佮强调无对王立强口中听到民进党予伊钱。只敢来讲，这个讲法是孙天群讲的。更加直接讲，王立强讲的无一定可靠。不过，民进党是后夜召开记者会，强调区议员4人无去过澳洲，批评是国民党甲对方合谋要抢救向心，伊阁想要介入大选的双方面的做法。邱毅人介入假间谍事件，这件事情是子虚乌有。不过，法务部证实，最近澳洲警方确实有因为王立强报案遭到威胁，向南方查证蔡正元的身份。澳洲警方透过我们平常合作的管道，来向我们这边求证蔡正元先生的身份。But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th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has taken this case very seriously and is conducting necessary investigation, just as the report indicated. 但民党强调，澳洲警方是透过一般合作管道向南方查证，不是司法合作管道。而蔡正元对着澳洲警察查证身份，回应澳洲警察无管你调查王立强是不是诈欺犯，是伫咧耍把戏，有可能有威胁引诱王立强。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今仔日去到新竹甲桃园造势。蔡英文也表示讲，国民党开钱买广告，必须天罗地网，要呼吁支持者爱团结。另外，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也在高雄甲屏东拜票，也讲到分林依然的选情有信心立委的全选调。行到车顶，沿路向民众下手拜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全台拜票进入第4天，对新竹市出发，结果到新竹县甲桃园市路边站来骑板支持的群众来迎接，有人穿着客家服装，热情为蔡英文加油。车队出发之前，蔡英文也向支持者呼吁，国民党已经4个伫买广告，这时阵大家就要团结。对手，这个广告真的是铺天盖地啊，哈！但是重点不是在铺天盖地的广告，重点在于我们够不够团结。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把力量拿出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蔡英文表示，敢若剩选前最后2天，因感受到支持者非常投入，也阁希望继续冲刺，唔通放松。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到高雄甲屏东用车队来拜票，因都有支持者大花动选。针对婚姻依然选前，赖清德表示有信心伫位置雷打。云嘉南、高雄、屏东，每个县市都打全垒打，是有这样的信心。中部还有北部也有大概许多席目前正在激战当中，正处于势均力敌。
中北部的选战激烈，有的所在实在是真拼。赖清德强调，最后2天特别重要，尤其是3方面总统候选人最近拢加强争取青年选票。赖清德也呼吁少年人，卖为你投票加过年，爱1个月奔波回乡2摆，离嫌麻烦。1月11号一定爱为着国家登去投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在今日暗时伫凯道有大型的造势活动。下晡受到网络媒体访问的时阵，也讲已经有人准备要改抹黑，也讲有9成媒体去互民进党控制，只好甲民调看牌来应付。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暗时伫凯道有大型的造势活动，也毋过伫这进程也无休困，毋但前往孙文泉科技人文纪念馆向孙文泉致敬，也接受网络节目专访，讲到参选的心路历程。面对民进党的攻势不断，韩国瑜亲像早已经有心理准备。我已经知道，一路的抹黑就在等着你。那当然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控制到90%以上的媒体，这是第一个没想到。第二个就是说，也没有想到所谓这么多的名嘴，可以昧着良心讲，这个是我吓一跳。其实里面有很多是我的老朋友，敌人强兵悍将，所有的3军陆海空全部都准备好，所有的资源，我们怎么办？改牌。韩国瑜无按牌理出牌，资金真清楚民进党操作网军的路数，也讲到国民党，认为国民党拄到顺风牌，就会当回应甲真好，也毋过换成反向牌，就当袂好势。也毋过韩国瑜感觉家己无共款，毋惊抹黑，也毋惊攻击。到嘉义市复选党籍立委候选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继续冲刺选情，炮火也再度对准蔡英文，批评大南方计划是为了选举临时想出来压钱计划。大南方计划把嘉义市跳过，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民进党看到嘉义市执政的长官不是绿营的人，就不会去好好照顾。大南方计划只是蔡英文总统在执政了3年以后，临时为了选举想出来的一个撒钱计划。张善政再度强调，六地基政策伫分嘉南县区，包括农业、观光等产业发展，拢有完整的规划。也强调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真重视体育，当选后会将体育署升级体育部，从事体育有算普及运动中心。选战最后继续抛出政策牛肉，冲刺选票。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初到透早去到桃园拼选情，在日前韩国瑜批评民进党的执政，亲像是失去民心，未输香炉同款。宋楚瑜也批评国民党面对中共落去共规共谱，是比努力更较像努力，比香炉更较凶凶杀杀。受到热情民众的欢迎，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到何早起来到桃园杨梅区三元宫参拜。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提起报纸讲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讲民进党像香炉，提完就走，难得这句话讲到。抽佣的用了多少国营事业，这些许多的官员没有专业，捞完就走人，讲的没有错。国民党也差不多吧。也毋过也反批评国民党真侪人只敢对台湾人歹，也毋过看到共产党都像奴才共款，也是香奴。针对家己被国民党人质疑过去选总统失败无条，都应该反省。宋楚瑜讲，国父孙中山革命在一摆才杀到满清，批评国民党人欺师灭祖，糟蹋孙中山先生。他不是在骂我呀。他是在骂孙中山先生嘛？孙中山先生就是他干你嘛，对不对？安讲的呀，10次失败也不怕，对不对？才有中华民国嘛。正正当当做一个2、3个人，就像俺个老祖先，东山过台湾，我办的钱，三门大表东山公天。宋楚瑜强调，人爱讲道义，做人是永远的，唔通选举就六亲不认。替好朋友国民党杨梅区立委候选人吴志阳求票，也过也呼吁选民政党票投互会做代志的亲民党，制衡蓝绿两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民众党想要争做国会第3势力，不过党主席郭文哲也讲，要摕到5席恐怕有困难。另外，大家真关心的选情之夜，郭台铭敢会甲郭文哲做伙来做势力？目前两边的阵营当咧规划，不过民众党内也有人真侪人对郭党的真不满。柯文哲来了，柯文哲本人站在我们的战车上。
大声吹票，台湾民众党要做国会第3势力，但是选情敢若无遐尼乐观。当初是关文体接受媒体人王伟汉专访的时阵，坦白讲，不分区的席处为伊估计10几席，即马下降到要有5席，恐惊拢有困难。敢是你话选情真紧张？我们不用去打什么告急牌嘛，这个一样哦，稳扎稳打，心平气和这样就好。难道你幻想说，我们多了2席，然后台湾社会就会巨大改变嘛？也不会，只是说少2席，辛苦一点这样而已。关文体主张，民众党是流行政党，而且真独立。虽然有风声讲内部有人对郭台铭有意见，但是关文体永远是保持随缘的态度。台湾民众党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党，你知道，我们有自己的路线、自己的方法嘛，对不对？那如果人家有额外要来帮忙，那就算多的嘛。你这样，所以人生要把它变成一个。这叫什么？叫嘉华的人生嘛。不过，民众党的选情之夜，敢会有关文体甲郭台铭共台的安排？两个人甲行程交互幕僚去规划，对民众党内底有反对的声音，郭台铭强调，伊甲关文体的沟通管道真顺。你们认为应该是听柯市长的，还是听内部的？对，内部代表什么？我不了解。但是我们的沟通的管道都是跟柯市长跟蔡壁如沟通的管道是畅通无阻。那么，这个我想绝对没有外面传的这些问题。精忠报国不能贪污。前一天到家人甲民众党有票的郭台铭，找到互选亲民党替亲民党的立委候选人李正浩剃头毛，而且搁伫卡车片写字，唔拿खु去即时要胜选，郭家军搁想要伫2020的国会有因的地位。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中国的武汉发生查无原因的肺炎，到今已经有59例了。台湾的疾管署在今仔日接到中国的通知，讲到肺炎的病原体初步认定是新型的冠状病毒。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出同款的声明。也那在南韩也发生类似武汉的肺炎病例，也已经送到病院治疗啊。中国武汉爆发不明肺炎疫情，咱国疾管署9号早起接到中国通知，病原体初步判定是新型的冠状病毒。刚接获陆方的通报，那已经确认是新型的冠状病毒。那他们是目前有检出15例的阳性，也做了这个完全的一个基因定序。那电子显微镜下也看出来是冠状病毒。疾管署防疫医师表示，目前已经知影，会感染针对的冠状病毒拢做6种，包括可能造成严重疫情的 SARS 跟 MERS。传播路线是喙烂传染，少部分透过空气传播。武汉发现的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是动物传人，普通这类型的病毒人传人的能力不是真好，不过也是需要中国公布更加侪资讯。有可能是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新的冠状病毒，或者是已经知道会感染动物，但是从来没有感染过人报告的。那这其实也代表说，我们其实很需要中国公布一些有关这一方面的资料，帮助全世界做风险评估哈。目前国内有3人符合中国武汉旅游署的发烧肺炎病例通报登记个案，其中1名检出 H3N2 流感病毒，1名检出 H1N1 流感病毒，另外1名8号暗时入境到为机场送医检验的查甫囡仔，9号下昼检验结果出来，确定是另类间质肺炎病毒，所以3例拢排除是新型冠状病毒。也不过南韩也出现头一位疑似病例，根据韩联社报道，患者是中国籍36岁女子，去年12月13到17捌去过武汉。已经被送往首尔国立大学昆东病院隔离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过年特别到咯，为着要让大家过年会当较舒适小看，行政院对今年开始调整，因以后过年上无拢有7天的年假，欠的就用补班的方式来处理。在今年食团圆饭是旧历的30暝，也对30暝的前1天开始放假。旧历过年就特别到啊！过去政府规定年假拢是拄为了迄天才开始休，所以造成真侪车流，甚至是拍无车票登去故乡的状况。行政院去年修正政府机关调整上班日期处理要点了后，今年的29暝就改做休困日，透过刷日子补班的方式，让未来春节休困上无有7天的年假。小年夜就会挪调放假，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是例假日，我们就会用挪调放假，但在年后还是要补班，不会影响既有的放假天数，不会造成某一些企业可能会担心是否放假日增加的疑问。
根据行政院规划，今年春节连假有7天的连续假期，甲延过无共，对1月23、29暝就开始休困，一直到29节结束。若是明年春节连假是对2月初10休到16，甲今年春假同款有7天的连假。后年规划会有9天的连续春节假期，大后年是有10天。毋过提早休困嘛爱补班，今年补班的时间是2月15。若是明年为了会前1天嘛有调整休困，所以搁爱另外补班1天。很多人都出国去了，对国内的旅游会有伤害，反而影响到国内的国民旅游、国内的旅馆或是风景区门票的收益。能够放假的当然是放假了，确定不能够放假的变成要加班，就多发这个加班费，对企业影响不大。但是我们要检讨这个一例一休，又有46小时的限制，这样就有影响。行政院强调，讲这款的休困方式，唔来互民众有更较大的空间，嘛鼓励台湾人利用提早假期来做长期故乡的规划，互车流卖遐客，交通卖当更较顺。记者综合报道。搁在2礼拜，就是过年放7天的连续假期咯。伫去年底南回公路掠得的工程，已经着草埔磅空通车，往回台东到屏东会当成半点钟。不过过年有可能大家拢要驶这条路，所以公路局要管制甲替代道路的措施，而且民众要注意。南回公路拓宽改善工程完工通车半个外围，用路人也来适应四线道真快的交通动线，以及以时速60公里通过4.6公里的草埔隧道。公路局第3用工处统计，去年春节9天，南回公路涌入57万多台汽车。今年春节虽然只有7天，也毋过却是南回街通车后拄到的第1个连续假期，估计会涌入更较侪车辆，尤其是安设高架甲草埔隧道。虽然只会当驶轿车甲游览车，也毋过北边安设甲南边的草埔入口一旦塞车，公路局将疏散车流改行赴南回公路。路南车辆到了草埔，车道缩减成2线道，而且警方以手控号志方式减慢双向车流进入。那我们在这个隧道的两边，我们都会加强那个行控的管制哈。那假设呢，在继续回堵到北口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号志灯控来引导用路人，你就整个就走往台九五。台东县警察局也做好春节出现的车流控管准备，针对花东公路到东海华公路开拓的路段，规划疏导措施，请用路人爱耐心等待。远警在现场指挥，在采取轮放管制的措施让车辆能够依序的前进。公路总局也呼吁用路人加利用幸福公路 APP， 透过手机监视器画面，掌握公路车流动态，规划好行车路线甲时间，才会当伫春节期间快乐到花东旅游。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金门县卫生局长王汉志去年食酒刷走去乱金门病院急诊室，对医生甲保全人员起价动手。县政府改记2小个，也改改做是借调到县政府上班。监察院在今日通过对伊的弹劾案，送到公听会处理，有可能会改剔除职位。金门县卫生局长王汉志去年9月陪同家庭到金门病院急诊室看病，因为不满急诊医师的处理，那对医师甲保全人员起卡动手，搁用垃圾袋侮辱医护人员。代志互媒体报道，县府考绩会当时记2小个，检方做处分起诉处分，也毋过监察院认为为互保勒杀急诊暴力零容忍，王志汉身为金门医疗相关主管，颠倒伫急诊室动手真毋对，9号通过弹劾案。他是金门县最高的卫生主管，本身又是医师，主管金门医院。那他显然在这种状况之下，已经没有办法再执行这个金门医院的督导工作。基本上来说，就是无职可做，没有任何业务可以进行。可是他在目前来讲，他只是借调出去而已，他还是局长的职务。因为王汉志是医师人员，需要依照专属法规任免，县府只会当暂时以卫生局长的身份借调县府协助县政。对于王汉志将送公听会听解，县府表示尊重监委弹劾决定。还是局长，卫生局局长，那属于借调到县政府过来，那现场有一些医疗事情就当作是医疗咨询。那集体场合的话，那依公诊会做出处分。那我们原来的第2个过的话，我们就要撤销掉。我们一般以公诊会通过的为主。监察院表示，依据公定法规定，若讲
监院做出单项决定，官府其实会当依法提出停职的措施。对此，金门官府强调会甲人事单位进行讨论，监视以监委的建议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细汉若无屈，大汉是屈袂屈。伫台中海线有一位初中1年仔的查甫学生，这个月初6放学的时阵去互骨落名，3年仔的学长拍甲流血流滴，甚至这3年仔的学长有人摕电击棒出来甲伊恐吓。这位红霸凌的学生，因妈妈伫面前埋怨学校甲警方拢无处理，校方也表示讲已经伫咧辅导囡仔，警方也开始调监视器，若准讲有共恐吓，就会甲因移送法办。台中市海线一间国中，这个月初6，一个国1的查甫学生伫咧等105公车下课的时阵，甲3个国3的学长来冤家，就车了后，其中2个人认为讲学弟甲因呛声，后来转发生冲突。这个因为他们在国小都已经有认识，他们是说这1年级的他们有呛3年级的啦。对啊，其实呛的程度，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深入，是说你到底是怎么呛法？因为这个孩子他事发之后，其实他还是在家里休养。学生的家长伫咧人面册面顶表示，囡仔去互拍甲剃3针，而且校长佫摕电击棒出来共吓。学校表示，代志发生了后，公车司机伫咧后一站停车的时阵，就随来倒3工。校方嘛协助家长来调校门口的监视器，无围倒一边。警方是强调讲，代志发生了后，已经有调监视器，2个拍人的学生嘛已经承认。毋过电击棒是安怎摕到的？即马警察还佫伫咧调查。就已经通知公车业者将那个公车上的监视器画面把它下载，都有承认，对他们是那个徒手殴打，公车上面动手殴打，已经涉嫌伤害跟恐吓的罪嫌。台中市教育局表示，针对这件霸凌的事件，绝对会调查清楚，拍人的甲互拍的人拢会提供辅导。情绪管理或者是理解对方语言的那个相互理解的那种角度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引导孩子的嘛。根据这个去互霸凌的学生家长伫咧人面册铺文表示，囡仔的反应是较慢，学习面顶有一点仔障碍。这个1年的学生伫学校除了有一部分的学科较无好以外，多数并无汇报甲同学斗阵的部分有问题。若是3年拍人的学生，嘛毋是学校重点辅导的对象。毋过经过即个代志，会加强辅导。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凤林镇为了要带动地方的经济，把本所大坑场的收入发予在地民众，一人是会当领到2000块，而且这也是全国头一例。不过，前镇长也认为讲，把大坑场的收入发予镇民是无适当的。桌顶是柜台红包，今年花莲县凤林镇的镇民加一个年终的大红包。山西过凤林镇，去年因为天灾，所以农产品欠收。造成农民的收入减少。为了要让镇民过一个好年，凤林镇公所宣布，自14开始，每一人要分2000块的年终慰问金，希望会让带动地方的消费。预计全镇15000多人拢会让摕到。有没有觉得都蛮高兴？过年又可以多买菜钱。有啊，加菜金啊。加菜金啊。那是丢伫一边啦，对无？啊，这是应该回馈。凤林镇长讲，这边的年终慰问金经费来源是半盈花莲县中区本所的卖场的收入。本所的卖场总面积差不多16.9公顷，本来只敢拿予凤林镇民使用。尾啊，前镇长林定讲，当期变更诚济中区本所的卖场，收凤林、光复乡等附近乡镇的本所。2015年，凤林镇甲本所场的经营权替代。每年收到的本所处理费差不多1500万。是因为除了这个1000多万以外呢，我们还有结余，所以呢，我们呢把它花，每一个人呢就是2000块，只要户籍呢有在我们凤林的。我觉得不公平，因为有些人可能距离也蛮长，比较远的地方，可是他也可以领。第二种加一个大红包，也够有人反对。前凤林镇长林廷光认为。用子孙未来环境做交换，发现金无啥适当，认为镇公所另外的收入应该好好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人讲家己在一层是较赢看别人。英国王位继承排第6的 Henry 王子，这月透早透过网络发表声明，讲因阿家婆要退出王室，未来会带伫英国甲加拿大，也会靠家己去转接。英国王室也表示讲，无收到任何通知。女王也感觉讲真伤心失望，外界评论是有好有坏。
哈利王子甲吉奥梅根新年发出对王室隐退震撼消息。配合暗时透过官方 Instagram 发表的声明表示，经过几个月反思甲内部讨论，阮决定以今年为过渡期，伫王室体制下开创更加有进步性的角色。阮的工作取得财务独立，同时全力支持女王。未来生活会在英国甲加拿大两地来取得平衡，并且发展新的自身事业。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女王对这个死难的决定，进前拢唔知影，伊感觉失望甲受伤。No other member of the royal family even knew it was being put out. That is therefore duplicitous or, at best, an extraordinarily irresponsible way to behave. 哈利王子甲梅根2018年在温莎城堡举行华丽婚礼，一度真侪媒体前来报道的人。不过去年梅根经过有心事件，小报各种造谣甚至入侵私人邮件，让梅根甲媒体来踢破面。哈利王子真为家后，只是伊提出告诉。这阵两个人宣布对王室隐退，也引起赞成甲无赞成的批评。有人讲梅根是两个人脱离王室，予哈利兄弟发生无爽快的祸首，也有超过100万人对隐退声明按赞支持。I think it's completely irresponsible. You think so? Yeah, they're part of the royal establishment and they should behave accordingly. That's their choice, isn't it? As royals and as human beings, you know, they don't have to always, you know, we get to choose what our job is. Unfortunately, they don't always get to. Still rich anyway. I don't think being financially distant from the royal family will really, you know, affect them that much. Well, I'm not even surprised. I think she's kind of Hollywood actress lady. 哈利王子王阿母去年离开，甲威廉王子合办的皇家慈善基金会，用家己的方法创办萨塞克斯皇家基金会。梅根去年底甲萨塞克斯皇家注册品牌专利，拍算套用在100多种产品。王阿母两人虽然各自有真侪业绩，哈利也继承爸母大笔的财产，不过未来要伫英国甲加拿大两个所在买厝生活也为安，经营家己的品牌也可能牵涉利益冲突，财务独立挑战袂少。英国顶一个隐退王室高层是无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8世国王，伊在1936年退位，后来娶离过2摆婚的美国妇女辛普森夫人。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美国甲伊朗的情势。伊朗的军方日前有对伫伊拉克境内美军基地发射飞弹进行报复的攻击，有一寡建筑物是受损，却是无人伤亡。美国总统川普也认为讲，这是伊朗态度落软，这款讲法也互两国的冲突有可能会较冷静收挂。另外，川普画拍就拍的行为，让跳过国会，将其伊伫提交未表决一项战争权力决议案，要来限制川普对伊朗出手的权力。伊朗高级总领苏莱曼尼为退路土地底几点钟了后，伊朗军方就伫3位地点对伊拉克境内美军使用的2个军事基地发射16粒飞弹。这是自从1979年德黑兰美国大使馆的人质危机事件发生以来，伊朗对美国上直接的正面攻击。美国总统川普侧背伫咧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还有真侪军方高层的将领陪伴之下，伫咧北京发表电视演说。川普讲基地受到损害状况无大，无美方或者是伊拉克人的伤亡。照这状况看起来，伊朗是甲姿态放低。Iran appears to be standing down, which is a good thing for all parties concerned and a very good thing for the world. 川普阁宣布讲要对伊朗实施另外经济制裁，而且要求北约阁较积极来参加中东和平进程。另外一方面，顶礼拜已经到中东，而且完成部署的美军快速反应部队，嘛保持高度警戒的状态。川普电视演说结束无偌久，当天暗时巴格达美国大使馆所伫的地区，上午就起2粒飞机炮来攻击，不过再无任何的伤亡甲损失。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米尼侧背透过电视演说讲，飞弹的攻击敢若是刚开始尔。حالا یه سیلی دیشب به اینها زده شد. این مسئله دیگری است. این کارهای نظامی به این شکل کفایت اون قضیه رو نمیکنه. آنچه مهمه این است که بایستی 甲伊朗掌控中东区域战略的首脑苏莱曼尼台视5天了后，美国国防外交还有国安官员则对参众两院进行简报。会后民主党还有部分共和党的议员对政府采取这项行动的理由是真不满。Was probably the worst briefing I've seen, at least on a military issue, in the 9 years I've ser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What I found so distressing about that briefing was that one of the messages we received from the briefers was, do not debate, do not discuss
the issue of the appropriateness of further military intervention against Iran. And that if you do, you'll be emboldening Iran. 因为川普政府的方法甲决定全部拢跳过国会，众议院提交的表决一项战争权利的决议案，限制川普对伊朗动用武力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中美双方伫顶个月针对贸易协议有达成初步共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今仔日表示，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伫这个月13至25去美国签署贸易协议。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本月13日到15日率团访问华盛顿，与美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各方表示，两名的团队正在沟通协议签署的问题，也了第二阶段的贸易相继讨论，目前暂时无法度透露。中美贸易战对顶年爆发较大，双方拢有向对方加扣关税措施，一直到顶个月才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川普伫当当时也讲，中国已经答应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会买真侪美国的农产品、能源商品甲货品。人讲千金买厝，万金买到好厝边。讲到这个中国，敢是咱的好厝边呢？各个国家甲中国伫南海发生主权的争议咯。这回是印尼。印尼讲因有主权的纳土纳群岛，对去年下半年开始，就一直有中国渔船爬过界掠鱼。中国阁派海洋警察对伫边仔，印尼除了当场要求中国的船爱离开以外，伫这个月开始也加派海军、空军进驻这个所在。China Coast Guard, China Coast Guard, 5302. This is Indonesian Coast Guard calling you over. 这段由印尼海巡部队所翕的画面，时间是去年耶诞节期间，伫南海的立托纳群岛海峡，甲中国海警巡逻舰对立的情况。As information says, you are in Indonesian waters. You are on the position 05 degree, 27 minute, 367 second north, 109 degree, 29 minute, 023 second east. We are carrying out patrol in the sea area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our vessel has entered the sea area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这场对立虽然双方各退一步，暂时落幕，不过印尼新冠抗击战机除了以外交管道甲正式抗击物件交予中国，印尼海军也加派4只舰艇到当地，互舰艇总数达到8只。同时，印尼空军也伫8号调派4只 F-16战机进驻立托纳的基地。Ada perintah pimpinan bahwa pesawat ini akan bergeser ke Natuna. Kita siapkan di pangkalan TNI AU Natuna. 印尼总统佐科威也在巡视立托纳群岛时强调，主权问题无退让空间。Atas hak berdaulat kita, hak berdaulat negara kita, Indonesia atas kekayaan sumber daya alam laut kita di zona ekonomi eksklusif. 对此，中国尽管改变去年底强硬口气，不过也无退让的拍算。我们愿意同印尼方面继续妥善处理分歧，维护好两国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在印尼甲马来半岛中间的立托纳群岛，虽然无伫中国划定的所谓九段线范围内，不过以立托纳为基点，向外划定的经济海峡，甲中国真大定态部分，在战略位置，立托纳群岛受到马六甲海峡东边出口，对西太平洋航线非常重要。而所属海峡要丰富的天然气质资源，这就是有关各方真注意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继续来关心到咱台湾。美国甲伊朗的关系是真紧张。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也亲身举行国安高层会议，结束了后，也针对着能源以及着台海安全等议题，做出4点的裁示，也强调讲国内的石油安全库量有超过100公以上，请民众放心。美国伊朗两国的关系紧张，影响到国际局势。总统蔡文找到针对能源供应、国会持平稳等等的议题，调集行政院长苏贞昌等等的官员来举办国安高层会议。伫咧国会市的部分，要求财政部等等的部门
若是国会时出现失去特殊影响国安，应该要随启动回应机制。若是伫咧能源供应的部分，特别强调讲国内石油的安全存量超过100天以上无问题，要大家放心。能源安全无虞，所以总统也请国人放心，并且是指示，那么相关部会透过价格平稳机制来防止民生经济受到可能的影响与冲击。交民安全的部分，只是外交部甲交民保护好，而且建议撤销方案。还有为着防止中国伫咧台海趁机会想要创啥，嘛要求国防部要确实掌握台海的动态，确保台海的安全。根据了解，国防部参谋本部已经组成专案小组，除了关心美国甲伊朗等等的国际局势以外，嘛在监控解放军的动态。总统也要求国防部，那么必须要确实掌握周边安全的动态，确保台海安全。有关这部分，国军持续强化联合勤监认的作为，对区域的情势以及台海周边的动态都能够充分的掌握。目前三军都是维持常态运作的，状况正常，请国人放心。另外，外交部表示，目前住伫咧伊朗的侨民超有15人，主要住伫咧德黑兰，杜拜办事处已经有打电话甲因联络过啊。我们监管的驻杜拜办事处已经电话联系了旅居在伊朗的侨胞，要提醒他们要注意人身安全，并且跟我们住处保持联系。外交部强调讲，外国嘛要保持警觉，提供侨民必要的协助，嘛呼吁台湾人唔通去遐佚佗。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到，这回选举少年人的票是真关键，为着想要抢到这少年人的票，各政党拢把握上尾的机会。前总统陈水扁伫咧辅选一名一国行动党，时代力量的诉求是国会也会当有温柔佮坚定的力量。另外，台湾公民电视也公布政党票的投票建议，认为大党卖投予国民党，小党卖投予民众党。这礼拜六就是投票日，小党继续催票。前总统陈水扁陪一并一国行动党不分区提名人陈昭珠去云林县斗六市新兴宫参拜。陈水扁爱乡亲好好思考，除了国民党、民进党以外，阁有真侪选择，阁批评一个一休是失败的改革。一例一休，这是失败的改革。咱认为要做一个改变，要倒转去阿扁总统的时代，周休2天。劳资协商，一礼拜爱停困2天，免怎停困？有放假做工仔人，大家坐落来讲，讲袂好势，再来找政府做公证。时代力量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王婉如是邀请各行各业代表徛台，希望国会除了拿力恶斗，嘛会当有母亲温柔但是坚定的力量，强化社会安全网。婉玉应该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数一数二，在承受压力、巨大的压力的时候，还能够坚定信念的人。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大家和我都一起继续的勇敢，然后照亮台湾的未来。谢谢大家。2020大选抢政党票的政党拢总有19个，是真竞争。台湾公民电视开记者会，公布政党票配票建议，主张大党卖投国民党，小党卖投民众党，认为第三势力的出路是伫多元开放的政党体系。诉求就是开放并鼓励地方政党的成立，搭配县市议会半数采取党比例代表，然后地方政党补助金因县市议会政党票计算。直辖市实施区自治。1月11我会回家。要拼少年人的选票，绿营初九开记者会话3.14是圆周率，守护民主需要投票率，要结合民进党总统甲政党的号码，来拼关青年的投票率。各政党拢把握最后的催票机会，希望集中选票，冲出上好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贿选爱食多，买票情形是袂当做。选举伫要到啊，这站时间也是贿选上界严重时阵。刑事警察局甲新德市警察局经过4个月调查，也查到一名平地关注民立委候选人的竞选办公室执行长，介像是贿选的幕后主使者。检警也继续当咧追查，另外云林彰化也查到贿选的案件。伫警方的陪同，草稿散步的细马嫌犯行回住所，伊的身份是平地原住民立委候选人的竞选执行长，扣技术是现金贿选的主谋。刑事警察局甲新德市警察局去年10月接到证据，联手成立专案小组，经过4个月侦查背后提搜索票，分几路去细马条仔卡住所据点搜索，查获手写名册、作案手机，甲红包袋底有2800顶证物。另外，团款21人到案说明，其中有部分的选民现金收钱，由选民缴回共计8000元的不法所得。另外，庄缴因为涉嫌重大，
经台湾新竹地方法院裁准羁押禁见，全案现在仍然积极扩大侦办中。检警查出，细马嫌犯以1,000至6,000不等的金额回选，伊向检警表示，伊有付钱，也毋过坚持后人有回选。至于本地原住民立委候选人接受涉案，专案扩大侦办。中华共款发生本地原住民立法委员候选人条卡涉嫌透过现金回选，检警继续追查，敢有共犯结果？从去年年底到今年1月初，在本辖、彰化市、花坛乡及鹿港镇等地，分别以每票现金1000元。行贿、诚信等3名选民，而约定投票支持该立委候选人。婚姻地检署查获原中乡村长涉嫌现金贿选，互人搜证无证涉案村长已经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国民党婚姻关立委候选人周家俊召开记者会，指控民进党婚姻关立委候选人苏丽芬假造造势名义，行买票之实，疑似开钱请行路工，所以正式告发苏丽芬。虎尾分局有受理一位检举人有提供相关的这个贿选的相关情资的录影带，我们地检署将会依法来侦办来调查。2020大选进入最后阶段，各政党加紧脚步推出地方选票，那差一选前，也成了贿选的高峰期。为了确保端正选方，检警继续伫各地积极查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囝生少的问题是真严重。根据着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到去年底，敢若有177500多个红婴仔出世，预测今年可能也是差不多17万个红婴仔。不过，这也代表着台湾正是要走入去人口自然增加率负成长的年代。少子化问题影响全台湾。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到2019年11月份，国内出世的人数是16.851人，结婚的人数无到12万对，反映出即卖少年人无要结婚、无要生囝的现象。医界估计，若搁加上12月份，去年上侪175000多个新生儿。毋过，若是进一步对去年做产检的人数来估计，今年2020年的新生儿人数嘛，敢若17万左右。现在的人平均到30岁才结婚，那他可能剩下10年可以生小孩，所以其实他能够生育年龄就只有剩下一半。养孩子的成本上，现在因为大概价位也是就是所需要付出是越来越高，那可能房子也贵了，这个经济上的负担是个问题了。其实台湾伫咧2000了后盈利调的时阵，逐年超有30万至40万的新生儿。2008年金融海啸第一届落到20万以下，2010年创下史上上低，敢若16万6000多人出世。了后每一年的出世人数伫咧20万左右。2017年落到19万多，2018年敢若剩18万多人，去年前11个月落到敢若剩16万多人。学者表示，2019年是上后尾一年出世率甲死亡率差不多的年代，估计今年的总出世人数可能会比17万较低，出世率会比死亡率较低，正是进入人口自然增加率负成长的年代。11月底为止死亡比出生还多了39个人，出生跟死亡是非常接近，就是所谓的零成长嘛。那今年呢，2020年呢，大概铁定就是负成长了。然后这个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的冲击是远远大过于人口数量。学者认为讲，就算政府即马这个阶段是拍拼伫推出生育补助的政策，毋过这个若是鼓励生囝的必要条件，而且真侪少年人工课无稳定，佮要面对薪水低、高房价，但是政府无拄多方面去思考解决，也是无法度真正提悬实际的生育率。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互外送员会当更较安全，台北市警察局有甲外送平台业者合作，针对着外送员有专门的道路安全讲习，希望会当降低事故的发生。外送员长时间伫咧路奔波，接案1年外的外送员，单纯是讲，外界对外送员有骑车真紧的印象，其实毋是每一个外送员拢会抢紧抢单。我觉得会被挑衅，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每个人都会骑快，他就会故意来逼车。其实我们还是要注意啦。正确的就是交通原则概念，我觉得还是要，就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对，因为毕竟我们一领到东西我们就上线了。台北市警察局统计，去年10月到12月，全台北有365名外送员因为发生事故受伤，一人死亡。其中以外送员肇事造成事故主要原因，分别是无依照规定让车、无注意车前状况，也有变换车道，也是方向唔对。台北市警察局分析，外送员工作环境就是交通风险悬，所以甲业者合作，对外送员进行教育训练，对交通行为甲防卫事故双方面来做。
事故的预防可能跟我们本身行驶的速度有关啊。如果说我们平常做好速度的管理，那遇到这些突发状况会发生事故的几率也可以降低。业者表示，外送员在道路上时间是一般通勤族的2.5倍。针对外送员遇到突发交通状况，会由后台客服人员及时协助。不过，这摆举办的道安讲习不是强制参加，公司也办理道路训练课程，希望降低外送员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当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消费性电子展 CES， 也出现真侪项人造的产品，包括着人造人、人造马等等，也有其他乌坎坎的问题。咱做伙来看卖有啥物奇卡的所在。Hi, I am Neon. I am an artificial human. I'm still learning about how humans talk, behave, and move. I am also learning new languages and expressions. 人造人鸟，毋但外表看起来甲真诶人同款，而且反应嘛真紧，会当甲人互动。How about Chinese? 我喜欢看书、旅游还有烹饪。So let's ask her to maybe laugh. And another one. 这是三星发表的人造人计划，打造客制化的数位形象，会当做特定的任务。未来无得会当做老师、空服员、导致或者是医生。三星讲这是新型的人工智慧，啊，毋过有专家认为讲三星无提供基础的技术说明，目前判断利用其实就是虚拟助理的一种。伫咧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消费性电子展 CES， 出现真侪用假代替真的产品，除了人造人，阁会当看到假猪肉，这是无可能食品公司最近这几年伫杀的无肉产品。这个所摆就是模仿猪肉食起来感觉甲味所研发出来的无肉的猪排。虽讲是假的肉，啊，毋过因强调讲，伫咧全世界发展无肉的商机是真认真。Our mission is to completely replace animals in the global food system. We've been serious about that from day one. And of course, you're not going to achieve that mission without taking on pork. 另外 ，Google 宣布新增加2项新的语音智能功能。Facebook 嘛更新文书核查的工具，而且强调讲是为着提升使用者口座的安全性。啊，毋过一寡批评者认为讲，这款的做法并无法度真正保护文书。华盛顿邮报报道，佮认为讲，这款的公司敢若是伫利用消费者对安全的疑虑来卖相关的产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伫美国举办的2020年消费性电子展 CES， 咱台湾的工研院也受到邀请去展览，而且用到 AI 智慧新生活正做主题，展现台湾人家己研发的新技术，其中陪伴时代的机器人，甲用伫身躯的复合式智能系统，拢摕到创新奖，这代表着讲咱台湾人真正无平人较细汉。大其中者只要挂智慧装置，这个6龄陪伴机器人，就会当24点钟侦测身体血压甲喘气等生理数据。若讲不幸发生跋倒意外，就会随连续到警力的手机，随时掌握长者生活。这是工研院甲产业跨领域创新研发的行动手臂式机器人系统，毋但适合长照，也会当抢攻全球智慧制造市场的商机。在技术上跟创新上，都跟以往的智慧医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看了之后是觉得是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希望是说把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呢导入我们的产品。工研院表示，近年来社会形态改变，高龄化社会欠电力，甲新兴制作国家客起，传统机器人已经无够使用，需要导向多功能、人机协作甲联邦化发展。所以，工研院所做的研发是以市场为导向，并且连接产业链，将研究的成果带到市场。一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在做一些技术研究的时候，一定会想到最后的 end user 跟最后的一个 market。2020美国消费性电子展 CES 1月提起开幕，工研院也受邀参与，并且以 AI 智慧新生活为中心，展出咱自行研发的上新技术，其中6龄陪伴机器人甲复合式智能传达系统分别得到本届 CES 智慧家庭类甲传达装置类创新奖的荣誉。记者综合报道。体段大车拼，台湾一定赢！桌球选手曾智嫣伫去年9月，也在面册宣布讲要退出国家队，无要参加这回东京奥运。不过，体育署甲桌球协会去甲估正了后，曾智嫣决定要留伫国家队，有机会甲林昀儒、陈建安等人组成上强的台湾队，拼2020年的东京奥运。
伫现场真认真地拍球，就算讲是练习，也要求动作爱做甲到。法世界参加奥运的倒球选手钟志源原本宣布讲袂去加入去国家队，嘛袂拍今年的东京奥运。啊，毋过代志有转变，经过体育世界倒球协会操纵之下，钟志源会当甲国手林汶如、陈建安等人组成上强的中华倒球队，月底会去葡萄牙参加世界倒球团体资格赛，会全力来争取东京奥运倒球比赛的门票。资格赛拿到之后，对于他们的公开赛，这些公开赛他们要的这些随队的教练。或是甚至有他的一个陪练员，都可以跟着去，希望让他们去冲世界的排名。有子万事足嘛，但是有时候也是一样，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回到看到小孩也通通都高兴了。体育司长郭准雄讲，会当沟通成功的重点，就是伫咧钟志源拄细囡仔心情好，伊某搁捌是伊的学生，两边沟通甲真顺利。下晡出现伫咧因兜的球场拍拼替将来的比赛做练习，教练钟志雄嘛证实，伊确实要参加国家队。这个我们就交由长官们他们会去处理，对，职员这边就不做，就先暂时把个人的事情放下，以那个代表队为重。钟志源愿意登去国家队，教练讲是因为感受到真侪人真诚恳的拜托。啊，若是进前钟志源提出讲，因为比赛安排甲教练袂合，转来退出国家队的代志，敢是已经解决。钟志雄讲相关的事务都已经交予长官来处理，钟志源干那需要专心练习，全力拍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东港种几啊类超过20吨的鸡笼张英进，最近所采收的美龙鸡大粒个饱甜、芳个甜，而且甜度拢有18度以上，食过人客拢嘛学了解特质。若是讲到屏东东港，真侪人拢会先想到海中的乌金、乌昂绳。毋过其实东港种出来的芳鸡甲美龙是芳个甜。东港有一个65岁种鸡仔的高人张英进，种出来鸡仔甜度有18度以上遐悬，鸡仔是大粒个饱水，请真侪乡亲直接走来鸡仔园甲伊买。差18度啊，食起来感觉口感足好的啦，佮清甜佮脆，食到你真诶介爽口啦。因为东港外海土质的盐分较悬，若是压肥压了有好势，种出来的鸡仔就会甜不不。阮东港海边线属于较咸气地，这的地质种起来的鸡仔比别位较甜度较有。希望政府帮忙吼，阮东港这排水歹，拢慢性，慢性较歹过。种植是靠天食饭，毋过张英进嘛希望讲，政府会当甲电荒斗3工，改善落雨定积水的问题，才会当互种植无受到雨季的影响，互东港除了乌昂绳甲莲雾以外，搁加一项通人知的名产。记者综合报道。伫宜兰有真侪所在拢有画家紫米的作品。最近市政府佫甲公车灯仔加车牌仔新造，互紫米画内面的红仔陪着民众做伙等公车。甲单车灯仔最后一粒螺丝锁好完，宜兰市公所站的单车灯全过完工。天空树仔，佮配合上紫米画记这整节故事册内底的树仔，佮布丁狗，佮有绘本星空内底的红仔，做伙来陪民众等公车。以简约的造型，然后重新的去烘托整个吉米老师他的可爱的忘记亲一下的造型，还有星空这本作品，然后重新把它在这一条那个观光巴士的路线上重新把它呈现出来。画家紫米的故事册一步一步行入去宜兰市的大街小巷。最近除了单车的灯仔，市公所嘛甲13座公车的站牌专门要来翻新，以及伫农历过年之前，市区所有的公车站牌拢会变甲真无共款，互单车嘛变得袂遐尼无聊。加入了吉米的一个观光元素啊，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的有意思，宜兰的独特性、竞争力可以提升。宜兰市区的公车星空号、基吉号嘛是用吉米绘本的主题来拍造，都有之前火车头前吉米广场顶的所在，佮加上上新的公所的单车店、佮公车的站牌，规宜兰市变成一个真古水又佮真有囡仔味的故事世界。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4度到25度。
中部地区对15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哥伦比亚看人的嘉年华。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仔更的时间，咱再会。